立法院今仔日记名表决两个复议案，一个是国会职权修法案的复议案，另外一个是刑法的复议案。在南北两党合作之下，靠人数优势，这两案是拢无通过。总统府表示，大总统会收到公文了后，评估敢要申请释宪，也若行政院和民进党团也拢表态会提出释宪。留意投票表决，黄色这张是宪法的复议案，粉红色这张是立法院职权刑事法的复议案。不过因为南北党团人数有优势，两案拢是62票反对，51票赞成被否决。本院原决议予以维持。行政院长杜永泰讲，将会研究宪法救济。总统府表示，赖总统伫咧收到咨文了，会评估是不是申请释宪。我们寻求宪法上给予行政机关、宪政机关应该有的救济。或许全世界最远的距离，就是在国会里面从质询台到备询台的这个距离。总统也会在收到咨文之后，审慎评估是否申请释宪。总统将会依照国家发展以及民主价值来进行全盘审慎考虑。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希望杜永泰接受立法院的决议。国民党团总调卜君奇是讲会行使听证调查权，全力监督政府。民进党团的全力反制，在最短时间以内提出释宪，国民党和民众党就好比他们自己走上政治的断头台。我们也呼吁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应该要公开的表示接受。人民的纳税钱到底进到谁的荷包？我们会最短的时间内全力的来查弊。复议案被否决了，依照相关流程，国会职权修法，但总统公告3天了施行生效，民进党就让提释宪，请大法官做暂时处分，和法案暂时无生效，时间是6个月，过了暂时处分就会失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